超市进口巴西鸡卵，即马又搁互人质疑，明明上换一批卵5月底就已经上船，不过来到台湾保存的日期煞写会当放到10月，放超过4个月，敢真正无问题。针对这件代志，农业部表示，巴西鸡卵会当放120天，而且搁有喷膜保存无问题。食药署嘛已经派人去稽查，看敢有无照实标示日期的状况。超市进口卵争议无停。农业部将林北好油伫面册野了，农业部防检署顶日表示，巴西鸡卵上换5月30当船，也毋过前几天煞也有巴西卵伫架仔顶，制造日期是9月初5，保存期限是到10月初5。即期进口鸡卵保存期限敢会当超过4个月？农业部回应，卵有做喷膜的处理，物件上也注明保存是120天无问题。食品级的具有油脂性的这些东西，然后再喷在蛋壳上面做一些类似像手机包膜的处理。那它洗选的时间是9月6号，都在保存期限以内嘛。农业部表示，5月30当船的这批保存期限是9月底。为伫高雄的台农卵品表示，有卖巴西卵，政府规定洗选卵制造日期都是洗选日，有效期限是1个月。故以阿巴庄卵形式卖互全联，是以标示规定，也毋过消费者无爱巴西卵，销售无好，阁无利润，加上即马各方怀疑是真困扰。阮根本连1块钱都要趁无，你敢知影？我甲你讲啦，我唔敢不帮忙，你敢知影？虽然政府挂保证保存期限无问题，也毋过林北好油甲国民党立委拢怀疑进口卵甲本土产的卵，安怎会当制定同款的保存期限？那消费者买到臭卵，敢是都爱家己认水？是船已经开航了之后，我们才在上面下蛋嘛。进口的鸡蛋是用这个洗选日作为制造日期，这是由农业部以及食药署来认定的。地处社署表示，已经派员实地稽查，针对敢是有落实冷链、擦拉等项目进行查核。若发现鸡卵制造商的标示日期无实在，会依照是安法28条，处4万至400万，有计12会有结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